长达7公尺的台湾丰裕鸡鳄骨架模型看起来相当霸气，是目前发现全世界体型最大的鳄鱼，台湾最大的爬虫类，不仅是台南独有、世界罕见，还是首次曝光。大家从来不会想象过，在台湾竟然有这么大型的有爬虫类，然后所以而且人来达到7公尺，而且是在那个时候全世界最大型的爬虫类，所以这是让我们非常兴奋的一个大发现。所以我们主要这一次的展览就是由这个丰裕鸡鳄来带领，让大家看整个爬虫类的一个演化跟其故事这样。佐证化石园区推出远古爬爬走特展，串联日本、德国、美国等世界级博物馆，借展超过100件首次来台亮相的化石与标本，让佐证瞬间变身成国际级古生物探索基地，知识含金量超高。很好玩，嘴巴有点像三角形，然后前面有点平平的，然后这种的感觉。那相信会有除了科学的知识以外，它也能够为我们的想法带来很多不同的刺激跟冲击。那就欢迎大家来到佐证化石馆。今年刚好也是属于爬虫类的蛇年，特展期间结合3D 立体拼图和问答闯关，亲子可以在暑假来爬进古代爬虫世界。记者收怀谈的报道。